逻辑都好，给头脑没都好看。其实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捏头，今天昨天爱用功聪明，很聪明。舅妈做出几好食的地方，讲出来学到厉害。舅妈，拿手菜以为主拿手菜太多了，太多了。红豆嘞，对，总是会抗议哦。红萝卜切成末，葱呢切末，芹菜切末。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可以了。嘿，你不冲平平。对对对，你高估我了。对。好，把 C 都可以做这样。看看，哇塞，厨师的资历到现在几年了？10年。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，10年而已，对，因为18岁。要翻面。哦，给我看。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你们家的锅子是不是长这样？丢！对，人家鼓励。这个值得。哇哦。哎，阿姑你也吃上改耶。阿姑。姑，冰镇，我要做什么？狼群冰镇。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什么？水果。阿姑，你拿妹妹啊，木乃伊要做什么？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สุข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中白強。今日呢來到係苗栗，不過呢個 visa 呢冇太大家來講係到銅鑼呢個 visa。哎呦，銅鑼，該不會最有名係是銅鑼燒？錯。冇用咯。好啦，銅鑼有道 V 呢，佢有當到嘅客家美食都有道 V，不過係最近有道 V 有一個台灣的客家文物館。这边有很多客家的文化呢，都要到邊看得到。反正呢，你不管喺坐火車來都沒有你，坐巴士來都沒有你，坐高鐵來都沒有你，一來都沒有你，就會感受到濃濃的客家味啊。係啊，除了感受到濃濃的客家味之外哦，還感受得到客家味今年哦特別走心的哦。覺得我的額頭很漂亮嗎？要不然辮子哦，完全展現哦這尬自主地圖的節目主持人的熱情，還有年輕的活力。熱情，從哪個辮子上看得到？看得到。怎麼說？年輕。年輕很愛性啦。哎呦。不是對你，對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來分享到係彭一裳彭師傅。彭師傅你好。歡迎。彭一裳。今日好，如何？胖胖的組合咯。對。胖線起胖師傅。歡迎。大家好。葉少師傅，廿幾拜來都喺你嘅節目當中得順，你就可以問某區嘅散步。因為細妹就愛講咩，所以做到鳳鳳就講啊。哦。今年吼，胖胖的組合當中吼，就是他師傅吼，看到幾個時節咯，幾時會讓人講，我又去過什麼國家了，我又去過什麼國家了。你為什麼表情要這樣？哎，好了，好胖師傅摸啦，胖師傅行敗啦，假使試咗應份嘅部分啊，就咧大家窮下去啦，吼，冇問題哦，來大哥哥，大哥哥，哎，該緊張亂困嘅下咯。自己在節目上接 case 合理嗎？哎呦，價錢就做得太好吼。好了，可以還是快點哈。今年的具體嘅食材到底係乜嘅東西吼，大家還是要猜一下咯。喂，來看哦。哇！天婦、高牛、藍鋪子，我會變到豆腐會剪到香香。哦，今年會具體嘅料理是係藍鋪子煎豆腐。哇！所以應該講佢係風向係錯嘅哦。我發覺藍鋪子是做得脆硬嘅咧。哎呦，沒做嘅，阿冇今日冇嘅，都了到邊嘅。好啦，今日來到我嘅題主題呢，今日當歡喜，因為呢，我自家請阿 Q 咪來到節目當中。是咩哦？我來，然後支持，然後節目支持啊。難怪啊，發汗好。所以分享到我請阿 Q 回應，看看我們的微飛阿 Q 妹。有槍嗎？又強，還會講。你摸下嘅舌毛卻暗醬哦。真的。醬到我都忘記歡迎藍隊。你跟佢分享到吼，藍隊吼兩點解？風月兩老風劇妹。哎呀！呢啲係阿姑撈起啦。阿 Q 妹係啱本來來嘅，我講做節目做嘅按 Q 嘅，記得來來支持一下。故說阿 Q 妹就特別來到節目當中，阿 Q 妹剛剛喊到嘅時候講，明珠，你把我帶來這裡後，害死我了，好緊張啊 ！Q 妹不是緊張啊，都係想好讓 Q 追，然後 Q 下張會緊張，是會北強啊！真的，因為阿 Q 妹
问上就懂不会做出来，然后讲公年勾结刚才 Q 妹后拍照真的很夸张。哦我的外婆都不用做菜了，你们一懂不会做出来呢哇？给你比赛有信心吗？有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！加哎呦油，加团结油！哈，爱改片哈，颜值也是不错的哦。嗯哎呦，Q 妹姐哈，你今要做安酱哈，还准备了让嘞哦。太有信心。不太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啦，不要看他就好了。你有冇看到你的右边嘅鬼两个吼？佢係要簽個線上專門去學煮菜哦。按用心哦。爱去学的啦，所以做出有兴趣啊。哇，有心机啊！你这科学园区上班，佢都电子厂。所以你看啊，很像谦原本吼，嘅興趣到了後，請線上到了後參加比賽呢，真的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就加油哦！馬上我哋即刻加油起日關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算來係雅木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木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木卡嘅好本底料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應該帶來係工商事，搞遊戲嘅世界係用邏輯來搞嘅。我那個我舅舅呢，就是邏輯都好，給頭腦沒都好看。其實我們家的特色就是念球，今天昨天還用功聰明，很聰明，對。昨天哈，走掉後，好來阿 Q 來先來，好，阿 Q 好先站一步哦。箭头石头布，一家之主愛親強，強勇冇強勇。 ，yes，你不能出一樣，我們今天一路贏到底哦。哦，沒關係，還有我對你，哎呦，對哦，還有我對你，哎呦，你也地主哦。對，箭頭石頭布。哈哈，一家之主愛親強，強龍冇強龍。你為什麼又滑啊？這個人很艱苦哎，你也都一樣嘛哈？係啊。唔怕，今日特別嘅，就對我日特別嘅開始比賽。家等下做啲先來做嘛，家咧。切蒜呢？切筍嚟，我用嚟切。切悠悠。 OK，好。昨天哈，繼續開始。剛才先切按用切片切油哦。應該是這樣，按你嗎？該挑愛麼？硬嘅哦。都愛。愛哈。你講按用哦。然好。後再切絲。做舅媽做出來幾好食的啲冇？哎呦，真的，舅媽講出來拍到幾害。舅媽，你只會煮拿手菜。不知道哎，太多了。太多了。強到了，強到了哎對昨天我抗議哦。唔怕唔怕，你就老民主強下煮菜過麼？冇呢？冇，提前擺哦。係啊。因為我轉去家下吼，Q 妹全部做好食。對，是的。對。我老英講吼，今年民主吼，真正當就準備吼，佢定義為攞一個世界哦，佢貼片到法狀事講哦，我一定要貼片來走音哦。哎呦，有哦，但是你有看過之前40幾集吼，我還要走音哦。啊是。哎呦，哎，倒數了，七、六六、五、四、3、2、1，時間不宜切班啦哈。慢慢給你切。唔怕等下我 Q 妹做啲技術做啊。哎對啊。對，唔怕。故說等下呢，先講你廿幾片，一下先休息一下，休息1分鐘哈。休息一下。哎呦，看起來準備的東西咯，改片冇強人哦。冇 Q 用不哦。過先來做嘛個？紅蘿蔔切成末，蔥誒切末，好，芹菜切末。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可以了。嘿，就分創婷婷。對對對，他沒辦法。你高估我了。對。好，昨天繼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開始搶開始。愛跟種的。我老你講吼，雖然記得係阿姑老切來關係哦。對啊，因為係啊。不過今日有冇來強下來比賽？係啊，姑子強下來。係因為阿姑搶食土雞倒台哦。哦，案情呢吼。切幾多啊？切冇長度啦，哎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冇長度的。他差不多已經快要切，他只能切到片而已。已經最後。這是按舊吼，按舊模了，給他高工模嘛，該進步。這句話就嚴重了，因為一轉態就出來誒，沒有啊，但是他假髮有進步哦，有，他假髮部分進步按鈕，哎呦，按斷了。聲音。3、2、1，時間到，來大家看一下，其實不用到釘哦，
我们有因为到我钱妈妈的调已经了不起了，OK，我钱妈妈决定我钱挑啊。所以刚刚很细，哎，最细的，等一下，注意位到了，比较一下。明明就说进步一点点，对，有戏。有进步。还会走对了，还会走对好，了顾。寿，以后观众朋友来报名些 Lucky Q 所谓吧，不用交代他太多事情，其实就好。聊天没走对。聊天没走的。你下强下哦，强下做好冇？好，用下来咯。好好，计时1分钟，抢开始。切末，哎，切什么你？下阵只要人爱铺车了之后就好了吼。因为我行用伴奏哦，俩下是用伴奏。你最喜欢最好是阿姑做的哪个料理？福菜珍珠鸟，哇，福菜珍珠鸟客家音呢，东叉班呢，这东摇摇啊，叉班哦蹦翻身，班脚脚啊，都是不说的不两万，好，真你给我的付2万不哦，两分班啊。怎么办？对啊， 8岁就开始做这样。你看看哇塞，厨师的资历到现在几年了10年。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，10年而已的，因为18岁。要拌面。哦，给我看。哦，等一下，那你们家的锅子是不是长这样？六六六，哦，对，人家鼓励一下。这个值得。哇哇哦！你最喜欢最好是阿姑做的哪个料理？福菜珍珠鸟，哇，福菜珍珠鸟客家音呢，东叉班呢，这摇摇啊，蹦翻班身，脚脚啊，都是不说的不两万。好，真你给我的付2万哦。不两分班啊。怎么办？人家付了，哎呀你给我生了。啊，你乱来讲，较亲切哦。你客家话讲共福哎，等一下，不用过，你没走得走哦，你没走得走对哦。对对，7、 6、哦，你看那个弓很厉害，你看那刀弓。 3、哦呦呦呦， 2、哦，你看，时间到。完全让来比下去咧。好，哎，你还没兴趣听听哦。阿姨，我问该谁问该系乜嘢东西，我看唔到。有创哦，我自爆的油都比我好看，我爱皮下好吗？你自己别个哦。你都香，你都注意喎，嗯，加油，加油啊！要才不准备搅翻呢。才不啊，都香呢。大专语。哎，好，哎，你过来了。等一下转过来哦哈。阿姨加油嘛！满行，地球漫步。你看我阿舅妈，阿舅妈第一二老爷给咱布置显标沟，长不阿舅妈跳。多了解，对不对？哎，香米怎会出来？对。你都香嘛？有嘞哈，有喽， Q 妹，你迄细细就老娘妈妈有好做出来吗？有啊真劲吼！ ，8岁就开始做这样。你看看哇塞，厨师的资历到现在几年了10年。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，10年而已的，因为18岁啊。现在佛会会常用的哦。哎，好了，不用了，你莫讲会不用下去啊。太香，因为该下糖基讲那个葱要放进去的。帮我关掉。哦，关掉。阿娇。哦，草本去香啦。很聪明呢。咩会草本去烧，系草本去香啊。你来，你看，难怪，哎呦，你看是不是想学？那应该是地嘞我。还眼睛有冇讲饭的？真劲，太厉害了！哎，莫阿笑我。舅妈，你下不要下一集来当评审？哎呦，走到了。对， no no no， No no no。 你讲英文的哦。我都日本语来了。航白吼，胖线起师傅去国外的时候，四条日本是做在清理的哦。可以啊。 No no no。 no no。哦，姑说你留一些给头部，啊，等一下就不用捞皮眼呢。哦，你看看，对今天就想发嘞。冠军相啦，我一再居然看大头苗的用诶，啊，大头苗。好，然后去看一下，民主就骗性么？都该骗会讲好话么？可是因为那边主要你在，我又不想讲。那你讲他们就好。好 ，OK。哇，哎，这边准备好了耶！哇，你看豆腐切三角形的。哦，好利落，好利落。哇，动墙该求豆腐诶，哇，秋豆腐啊，哎，很像都给露头肤的时间，有切得型呢。你都用来乱那个风，这一个就最大。土鸡的，我刚生的。你哎，你去干肉不干肉哎？阿姑公，我刚生的蛋，真的。阿姨好可爱你们也有是8岁像哦。哎，早上刚生的，早上早上刚生的这时候大家说
辛苦阿母嘞。阿姨，你有开给工商啊？我已经黑毛。买的了，我要煮鸡蛋了。哦，然后怎么改嘞？智商。煎豆腐，煎哈先必煎一下。剪豆腐，这煎长有米头哎，，我觉得两组有点难评哎。你完全没兴趣听听嘞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去转职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正式出道好不好？在这一集里面，对，工商是你让他出老人家头家讲啊，他在礼拜就会辞掉条路了。好不好？把你们两个都杀了哦。谢谢老板娘的照顾。你都不好联系个师姐嘿，老阿姑穷下吗？还能一起个联系听听？我们各分两地，各分两地。视讯吗？你们是用视讯练习吗我？不用让的哦。我们用赖，你们用赖练习我们哦，用赖上好先太方便进了。你有看到他甩锅吗？长得一点白花吗？新疆很多。哦，还不会甩锅哎，再来一次对呀，再来一次啊。好， ，N 字啊，N 哦，好，我立功给导演，加油啦！来加油！加油！这个好香哦。对呀。那一系列哦。对呀，挑选片动模式包。哇，哎呀，动起来很像那个柯爹的感觉。对呀，你发现到你无下吼，该什么有两家特色，什么？体热、冻肥煮菜、谢谢冻酱。那 Q 没做阿婆哎。哈？啊！你看他那么18岁做阿婆？哦，你小声一点，太小声一点，那个音控大哥会吓一跳。你会挨没吓到嘞？真嘅啊？真你阿婆嘞？对，冇可能。阿金皮都跟熊咪出来的。不过生下蓝铺子最省接手台就是要一直吐籽，那个是乐趣。乐趣对。好，我们过去，没关系，那要得用啥？慢慢慢慢。火温可以调整。对对对，我闪的，对对打打嘿。哎呦，你还改奉献挨没摸恐过嘿？这个我有点紧张那了个，太厉越炒害了，熟了，越炒熟了。他该不会是整面桂面安哟？对对对对，因为只有桂面哦。哦，等一下牛排会翻面嘞。然后又盘盘，哦，等一下会宽哦。哦，这个不能错过。哎。这个不能错过，真的。对啊。因为会有两种结果，第一个会哇，第二个会结婚了吗？结婚了哦，谁念了哦？谁念太好嘞？呀，这也太好了，你们两组是怎么样？一定有哪一边有违法，有违法。一定有。你个係勾芡係冇？对，高保歉。可以做乜嘅用嘅？然后待会盛盘的时候，我都会淋上去，哦。然后会下香，然后你不因为做胶水不营养皮咯，样用。不好笑。不是，因为我那降低哦，会散体啦。会翻面嚟嗎？要翻面。哦，夾夾落去。哦。快翻！鼓励一下，那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你们家的锅子是不是长这样？六，哦，对，人家鼓励一下。这个值得。哇哦！有锅盖的，我第一次看到哎。这个翻锅太危险了。很厉害，真的。等一下，假使情境哦，良心一就让哦，我让你讲出来你学的客家料理的老师黑马莎。好。哎，假使摸哦，就摸来讲出来嘞。好了，摸讲出来。哎，后背啊，好漂亮哦。等一下，该不会也是要翻阿姨，面吧？那闪对位啦。哎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豆腐饼哦，这个很有创意的，还给它起成它的题目耶。因为蓝布子就爱打七芹茶跟蒜，哦，它的最佳绝配。真的。看看，舅妈的，舅舅，我真的觉得你哦，就是对你的呢，真的，舅妈。熊哦。以后我那个通常每个礼拜6都会回苗栗啊，是。再麻烦你也回来。准备写个东西哈。对。好香哇！好，按钮差不多哎哈。差不多。好，那我们赶快过去那边喽，等下就摆盘我起锅喽。谁牛哈？天哪！哦，摆盘了哎！哇！这一组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对啊，连两边都好厉害出来该打的耶。对啊。 OK 吗？圈出来绝对是上哎。哎，哦，圈子都是上。选错都是身上哎。好，有点像西洋琴。哦。哎，我第一次看他这种做法哎。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转职哎。对呀。倒数喽，来喽。倒数了哈。 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打水就来吃吃看呐，两管低度，奈不卡米西靠后身嘞。哇，真的是
展现实力，好不好？先对俺要到毕业开始。好，太干了，拼上坤呐。又蓝吗？哎，嘟嘟好呢。好吃，好吃。够咸。要是蓝铺子啊，最神奇的地方，觉得要金皮子。乐趣的嘛。对，乐趣。绵密，绵密。咱外皮有煎的红嘟嘟红呢。同样诶。谁刚刚不是要吃个蓝铺子个比赛谁吐的比较远吗？对不对，球球？龙应该会比赛哪个谁牙齿断的比较快。对。那叫子孙满堂哦，子孙满堂，真的。好了，要不是蓝出也可能。今日吼，เราแถวฟูจิที่ว่า強下雪咯。เรา蓝不子的紫纳配啦，那有的声音的錄音架，所以是加這樣拗的。很貼心哎。豆腐炒它很香。懂香哎。对，懂香。懂香哎。哎，鸭没吃饱呢。现在不是开饭时间，我们现在是品尝时间，你还得夹第2块。其实你那边的我也想吃，门口摸嘞。还有高赞糖。哦，可能东南平然后，这时间呢，前2位评审先上先老排卡起来咯。捏上师傅抢分数。好。献体师傅抢分数。好，来公平下，捏上师傅老太太讲一下原因吗？实在讲，阿 Q 妹伊啲来向喊到的，迄个字音嘛吼，今年最后来博特记。还用录音嘎，太这是实的，还用做100分的哦。啊，两片呢破布子的感觉有唱出来，而且有个那种豆腐的清香跟破布子的那种淡淡的那种回甘味，我等一碗。俺讲佢做出来迄个剪豆腐，最近咧发布本日的主题，很多剪豆腐，Q 妹那边剪豆腐有些创意那边。创意啊，不过讲最近呢，2片都太厉害了。对啊，两管声音东南平安呢，唔怕等下呢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等下来看一下今日捏上师傅带来嘛4个料理要搞大家嘞。我哋全部分开来。等下分开来拼。我分开来哦。对啊。等一下，我分开来拼哦。你根本用隔空喊话呀。不能发言多嘞。我告诉不能要拼，可是他们说不能帮忙。哦，不能帮忙，但是你可以叫他去，他完全没帮忙哦，他黏着哦，对啊，黏着。其实摆团头哦，这么守规则，遵守规则咯，他完全黏着。总谱素卤菜。今日呢，抢到捏上师傅的咖喱鸭4个料理，口袋名单掉出车都妈秒。百年的古早味，百年的古早味，对。我已经抓到你命名的特色。你说。那个提示。一个感觉。感觉。对。哎呦，你看感觉今日准备嘛个写菜嘞。你知道西式的披萨？哦，披萨。那我们做我们客式的中式披萨，好不好？哦。好，就准备嘛个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食材。有猪牛。猪牛，嘿，还有嘛个切丝吗？切丝的，切丝哦，切丝的，切丝，嘿，你看有嘛个，安尼嘛，起司，对，你还买东西的吗？蜂蜂，姜黄，含卵音，还酸汤米，嘿，还有个咩？蓝葡子，蓝葡子一定要别够大香哦，那个，对，去脂，一定要去脂。问下嘛，你那咧卵蜂一家讲人家卵蜂用我按开整个嘞。哦，整个还香，嘿，整个还香，黏黏啊哟，嘿，还有上市嘅，因为可能安尼嘛个，凉皮係做葱抓饼，嘿，好，咱講我先煮，好，因为要表以後夾表出來啦，好，先倒落去啊，等於表又出來哈，哦，應該固定了啊，哎呦，你等下就發現老師是左撇子哎，他左擺來，左擺來，雙個夾住講啊，係做事啊。其實我兩個小朋友，你講做事他錢他講咧。哎呦，他會講法啊！今日已經當我水用紙模嘅呢，韓國嘅。哎呀，胖煮客。有上次按用醬嘅豬肉吼，對，給按用單槍標高會看硬長，我用的時候咧，因為有時候我就變成用滷的，其實會看軟啦。看那位部位嘅豬肉啊，哦，係啊，又唔係個當時嘅，跟那位嘅，係種散情要計，最大係計情嘅，哦，還有它 Q，好食，很嫩哦，很嫩係。
该就会溜呢，系有吗？啊，别个三条米，捞个蓝布子，客家人的情绪就哎呀，莫会打松。两百个三条米，变了。线上那个主要都唔是表嘛个福州粉啊，盐个唔是不是路狗，不是条米哦。我马开始这条木呀。啊，咱讲，因为个蓝布子有咸嘞，哦，个它头有看落去，嘛个米头是辣嘞。哦。抹油来放个红金箔嘞，对，金沙跑出颜色来，出来好漂亮。因为又会辣，酱哦，对，有香米嘛，一开始就有香米嘿呀还有稀婆哦，有稀婆，所以大叔要开起泡泡的时候，这样还 OK 哈。对，稀婆它香按出手，对呀，泡泡越多就越厚黑嘛。对，哇，全黑泡诶。细的跟奶泡对一样，对，它待会就会沉淀下去喽。要学会了个本呢，要手对吗？对不对？对呀，来，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破布子一定要把它弄得更香，要滴点油。哎，唔讲你破布子个是很好拍嘅，我冇按咸，你会做破布子吗？等一下我是有看过啦，就讲在煮下球的时间，差不多煮3点钟。好了，我换过锅子啊，你们没有发现？就两行一炒好之后，还会做乜嘅？来，我们的蛋黄煎下倒落去去，倒落去。哦，对，要把那个我的重头戏放下去了。重头戏系乜嘅啊？我们的蛋饼皮，我们的披萨。OK，哇，这样子。来，我爱用食谱呢。是真经动后宫哎哈。对，这比较香米吗？有一直都好来有。换过来换过来锅子，对又问一下呀。对哦，这样锅子就可以一起用。我们的重头戏要放下去喽。哦，我来冻西嘞，饼皮，披萨皮啦，你讲披萨皮啦。披萨皮。对啊，披萨皮，你讲它就是披萨。哦然后说它披萨，对你就会披萨，就不能说葱油饼、葱抓饼。对你，们业障重，看错了。它不是葱抓披萨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一切都是假的。我们 cheese 可以多放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 cheese 的营养分也很高，哦对不对？哎，等一下我饭唔是饭面哈。拌面面对不对？该 cheese 的香味更浓。哦。 cheese 嘛，你扁的那个焦香味也很好吃。它现在会选择粘在锅子上，还是粘在饼上？哎，你觉得嘞？我来目的。觉得他会选饼。可以，这时候选择玛莎呢1、2、3，哎呦，两皮。这就让我佩服你了，对，很可以耶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哈盖披萨，披萨，对，西式披萨。翻译的深做嘞，嘿，好，当油，安永就后 C 了哦。哈皮事件。对，卖你熊生了，熊生么？笑，想的什么？行，真给熊生哈熊生。先出题目。出题目，题目安尼7条豆来蓝葡汁，都是安尼的身体嘛个唔爽爽。A 嘿形成未分食，B 嘿欧力都。先猜拳，先猜拳。好来 Q 啊 Q 没？谁要猜拳没有，没刚没有告。女王对女王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不一定会答对。好，哦，那一轮那该我要看 A 和 B。未分食。因为你冻ham，冻哦，有可能，我就觉得哎 A，你就选 B，都在答案系 A 和 B 呢？改变呢，阿姨弹错嘞 A。哦，你懂来吗？给他喉咙都懂哎，变粘性好呀，然后有好多纤维质，所以是强豆呢，已经讲完为形成未分食。哎，未分食按怎么改？哦，硬是。哦，那是哎，毛是跳岛，嘿，答案对 A。刚是耶 OK，好，因为刚才有讲，你看吃太多会呕死，你们这样吃太多了吧？对，这个字叫值得。值得，值得，因为当好食。你看看我舅妈的脸都垮了。爱你先回写了哈，等一下假使又存了哈，哎，我们再来考虑。什么味道？金沙蛋卤的。老跟牛的 Q 度冇重要，吃起来又牵制。对，在嘴巴里面有层次感，然后有嚼劲。ham 软嘅 ham，老起司嘅 ham，绝配。真的。等一下係最每日慣啦，其實慣嘅時節咧係而且真的難分選址。真的。等一下我比出吼這個
高下咯。冇唔錯，等下就來進行最杯面一關的比賽咯。愛係太族譜，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族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言語太緊張嘅，殺亂款款模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你誰來上菜了？接下來進行最杯面一關的同路一道 VMD， 大家會想到乜嘅食材呢？有想到冇？三色哎呦，哎等一下打開來看一下哦，到底係唔係雙兒子呢？好厲害哦！酸的耶，酸的懂啲喵，懂啲喵，懂啲喵對不對？也個酸的呢，其實都同路也個味素，也就當北派咧用一條空間，比如講講一條閒下來嘅素菜呢，佢就來種一個酸呢，啊呀下呢個種嘅四千兩條都係到味哦。哇！古時候呢，人哋叫咩做料理，真係拿來用啊。係啊，不過人家雙兒子吼，做啲做乜嘅料理咧？叫做桑葚魚米。為什麼叫做魚米呢？你了解切做落米腔安太了。哎呦，安死！我拿唔用切到丟丟窟咧。哎，哎，我慢來做咧，除了要切落像這個小。它太低低的，太低的。要這樣子滴，這樣滴，切丁。可是一個比喻啦，美國自己像米暗細了啦。哦。很多老年伊是咧貼片啲粉，然後是只安尼水嘅湯膏，湯膏含落安尼嘅副材料，然後煸開咧，全部炒好嘅時節。用落嘅生成汁用落去。OK，有聽清楚冇？有好來。題目係乜嘅咧？你都該煮嘅所有嘅時節，無適合用乜嘅鍋嘅器皿，乜嘅鍋嘅。哦，還有幾題哦。有哦。A 係乜嘅？A 係砂鍋 ，B 係鐵鍋。好，馬上來猜拳咧。好來，阿 Q 妹來，剪刀石頭布。上嚟一擺，剪刀石頭布。很有默契哦。Q 妹樣咧，Q 妹樣咧。我先錯個 A 行係 B。哦 B。B 吼，那就是做啲選 A 啦吼。選 A 哦。答案係乜嘅咧？好，答案係 B。哦。沒有聽我的。怎麼解？因為呢，該酸的呢，佢我們在用鐵包就會分解出酸，有果酸，對嗎？那所以會氧化，肚頭貼就會起那個化學反應，會中毒。對。所以做唔得用鐵包嘅，所以你選 B。對。要聽舅媽的話。真的。舅媽萬歲。30秒。好啦，姐姐咧，水妹姐關嚟哦。好，來比賽。加油。好，第二個酸的。米哈，桑葚魚米，好，都帶入之後，我就照着剛剛師傅講的開始了之後，我現在切小丁的部分。好，計時搶開始咯。計時。好的，呀，應該不是不用到全部吧？不是，對不對？它是配色。跟用的部分啊，我用的粗香米啊。你看偏地粉讓醃過去做的嘞。偏地粉醃過主要呀呢。你睇台灣雕啊，佢全部處理過，佢攞皮啊、內臟啊，全部剝的嘞。對。處理到清楚，唔會抽奶的。做得就抽誒，不錯，你講切容易洗苦嘞嘛？好的，可以。那我們這邊冇問題。做得一老給天數一下，謝謝。好，加油。0.5有沒有要求？我們這個米的功夫就是0.5，你底部都該種子該微磨呀，該前該微剁得幾，你要夾皮該微長長的切切，感覺型，放最後嘞，得留留先仔仔。總體半貴兩個失望嘅哦。唔會，當你。你家全部會控量哦。好。按照分數讓會狗，家記得會切小丁，沒有控量，面粒粉。封椒。配比算好了就可以了。那邊有多少，這邊多少，這樣的比例弄出來就會漂亮。對。倒數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時間到。馬上係點解？哎呦！你看，哎呦！你就看過，老人家走路繞高鐵的速度嗎？這樣。用沒切嗎？好的。小皮哦。哎呦，不錯哦。因為該皮紋啱啱吼。冇小皮會腐，你炒的時間會腐哦。好，過來牙這邊嘍。加油！Q 美粒片哦，刀工好快，好整齊哦。還不錯吧？很棒。我給全部捧過來。等下捧過來，
边。哦，粉可乐哟。对啊，等一下，哦，粉可乐会变哦。你今摆用隔空喊话呀？粉已发现到咧。从墙到从他们。马甲迄踢这界会不用下去咧。用吗？用吗？哎，用吗？用吗？会踢这界哦。我觉得你不用讲，他都知道。哦，系啊，鬼龙都马给圈地啊。不过红哥应该全部都。他就讲说，你讲什么讲？等一下应该系啊个养马老从拍成拢一边哎啊。好，其他最重要的部分迄个黄的，鱼要怎样？最重要。确定啊？喂，等一下煮的时间会散开吗？没切条柳条，切柳条是大方切。我们要先切条再切丁。它呢切丁摸脏，切丁摸脏，就只切0.5。有些再细一点，太粗。然后你讲全部恐龙太细时候咧啊！没啦，阿 Q 干嘛开？他在站着指导，太粗了，太粗。我阿 Q 啊，他回去就都没状元，他回去要跪顺比盘。较难过一点。对，我要唱过这个。哦，大家都看，大家来聊天了。哦，这边的很细哦。哦，姑姑你很悠哉呢，看。悠闲哦。姑姑你要不要喝咖啡？哦，给负责咕噜当葱料。咱问一下，该下係講先炒過，還是先燙過？誒，幾種燙過嘅？做乜嘅？先燙過，兼下機會細細。才不會炒。護色，是姜母素。護色需要加鹽巴嗎？不用，加一點點油。我告訴不能要加，可是他們說不能幫忙。哦，不能幫忙，但是你可以叫他去。他完全沒幫忙哦，他黏着哦，對啊，黏着。第一次看到體育牌看到哦，這麼守規則，遵守規則咯，他完全黏着。哎，阿姑你也提上來耶，阿姑，姑姑，冰鎮，我要做什麼？狼血冰鎮。我要做什麼？我要做什麼？水果。阿姑，你拿那個呀，很不矮都要做什麼？我告訴不能要加，可是他們說不能幫忙。哦，不能幫忙，但是你可以叫他去。他完全沒幫忙哦，他黏着哦，對啊，黏着。第一次看到體育牌看到哦，這麼守規則，遵守規則咯，他完全黏着。有記得去那裡按柴哦。對。給你分幾多？已經演員啦，就做對。好，一點點演員啦。我覺得你不用問師傅，他完全知道。我告訴啊。這個可以洗鍋，可以洗鍋，很這個。他用口。阿酷關鍵，這個可以洗鍋。我調下題，阿 Q 做埋提案戰術，按用眼鏡攻發。為什麼？眼淚不能幫忙。哎呀，阿 Q 沒遵守規矩。那個太燙了吧？不是哪一個那個？抹布。哇，那個另外一個照的手套。不燙啊。發現展演也真男人哦。不是，果然是廚師。果然是廚師。哦。應該請那個歌劇代言人哦，讓他去哦。哎，該水喊我喲。也水。凍的呀。哎，懂聰明呢。哎，真的不會燙哎。水拉姆。 6，開米了。4、3、2、1，阿酷。多一點，多一點。好，1、2、3。來，好。然後我哎，要做什麼？鬼龍過。哎，你有沒有加水？這個保護帶顏色。冰鎮，我要做什麼？狼血冰鎮。我要做什麼？我要做什麼？水果。阿姑，你拿那個呀，很不矮都要做什麼？還有3趟合理嗎？凍得跟蝦呢。等水果。沒有，等你滾。不要緊張，不要緊張。我要穿燙啊！哎，對，滾的時節，你張標咯。他好可愛哦。我燙鬼龍過吼，誰時間沒安用哦？都是你在指導姑姑。摸，這個去到教我。啊，用乜你要轉邊？我經學噶，經學。哦，轉來教姑姑。啊，我在後面煮，我在前面煮，他就在側面看呢。對啊。啊，我應該跟放一桶哦。慢滾呀。不會的。大概已經就照你的意思做啊，沒關係。沒有，等下他們炒狗，很有想法。好，我們過去哦。好，等一下轉口了喲。哎，爆香。重拍，啦，重拍重記得啊。中破三，慢慢來 ，OK。好，然後重拍。好了，好了。該水夠穩哦。該蒜頭變色咯。我球球在發抖。你講迄個瓜，有在給心跳加快了啊！哎，我們有90秒哎。哎，對哦，慢慢。要不要用啊，九九？九九不用。九九要不要用？厨師幫我，給他調味要不要？想一下，好，想一下，馬個細節種。要不要先做？
青黑。最后面的时候，因为现在也差不多啦，好，应该很快，好现在差不多了，要不要九九？先要小黄瓜。好 key 吼，来都不是 key 吼等，一下我蒜头要出头来了，先给好，来，麻烦你站这，好了，站。来，准备有技巧了，九九，要不要给师傅？好，来，厨师帮我唱开始。技巧开始，好，OK，好，先挑起来一点，这个是一点。好，哎，你俩好，要别用半熟哦，对哎，半熟的哎，你就做对了哈。怎么知道半熟？就是颜色去感觉，像伊都该对伊就通过就50俩过程，过30秒了哦。 30秒，6，开始也。不用落去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啥咩？用黄的该混出美，要关哦，要不要加胡椒盐？忙啊，勾芡，勾芡，勾芡，他会走勾芡哦，油水，所以30秒嘞。赶快，上色上色，哦，那就有挑梅嘞，慢，那就改片挑梅嘞。可以了吗？哎，来，好，好来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那样。好，压好了吼，全部落去勾芡，包芡哦，包。抱歉。上次可以先帮我加吗？最后面才加的量，现在加吗？对， 4、要搅散吗？ 3、要搅散吗？ 2、1，停手。这样就好了。 One RQ，One RQ。要搅开吗？要拌一拌就好了，啊，就好了。好，我冇问题啦。就不要大拌，不要大拌，你不要大拌，肉会散掉。加去看，都该吸水，我会去看，用该吸水。该两片嘞你有没。有加盐巴？就不要大拌，肉会粘掉哦哦。今天我就加便宜粉水，忙不用，那个我们不用嘿保险。应该不用落去。保健，对，保芡，加油！我让你先搅开。你有厨师帮我哦。哎呦，因为我厨师帮30我，秒，来，因为有帮你调味。厨师，等一下，我起张了，哎先起吼了。阿顾，我们学会放手厨。师帮厨师，帮我，赶快，计时开始。你不要讲话，你不要增加紧张感。放盐巴了吗？盐放了，放了放了 OK，放了。盐后我觉得味道可以再重一点。上次再帮我放一些。好，帮他试味道哦。可以。 10秒。你看，来摸广播哟。好很多哎。你没有讲话的时候，这一段比较没那么紧张。可是我自己好紧张。 9、味道。 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炒。不要把鱼肉拌散哦。哎，阿顾，你也提3个哎。阿顾，干嘛？又拌一拌就好了，拌一拌就好。总不是鬼龙哥又问天问你。说，你说还要不要把保鲜吗？肉压这样就好了好，可以盛盘。倒数嘞。 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大家觉得这些可能两管低度，那家长黑里太重谱嘞。耶！完成！胜利！大家还没有哦。好啦，要给选定米太卡都踢100周吧。踢100周做在做出来牛还没懂腔哎，很厉害了哈。好，鼓励一下。所以来吃菜看下今晚要偏开始哈。那是该送儿子。很有口感呢。还有那个无钩鱼的味道，肉，哎，俩是会推翻掉啊。好吃。哎，懂咱们的喂。人家就踢100周，按牛吃都牛班呢。当成功。都成功。可以接受。可以接受，都在吃。叫你連住3年，你就唔敢吃。哦，兩下本身藍水了，看好下。，切款。吃砍砍，去砍。咸味。呼叫粉，香嘞。该呼叫粉又加粉到。对，今日五个當中較有鮮味哦，加一些米酒落去有正我茶。媽媽又搞捱，阿姑人感覺咧，我感覺通膨暗河。但是好，廖師姐，葉松師傅準備好嗎？好嘞。哎，走對啦，對。好。強棍分數，耶。真經很難。幹嘛難過？真的很難。真的很難。新冠多假使愛品行，愛真經啲會
哪一边分数？真的好了，怎么改？捏总师傅先来公平哈。哎，你木主看来伊也用牙盘色同酱养鸡，不过呢，你今年迄色的话呢，牙盘的面是做养的，所以爱分也做养嘞。建奇师傅呢？因为我本风推的原因是，你要这样多鱼米，给它做粒粒皆分明，就分给养。哦，给它的有效果炒的比较很烂，因为木产做我们的蒸嘛，蒸嘛，那果粉嘅时间啦，你可能吗？咩给炒香酒、拉香酒，所以一细细的按它米细细的，所以它就分对呀。谢谢老师。请来，好，懂胆品的哈。好，来博谦老师天数一下。请跟东西有拿出来呢。对，因为今天呢，两关的比赛好来发，风吹老人吹都是2-2，风吹得到1500元加菜金。咱吹得到2500克加菜金。恭喜！真见懂难评，真见懂难评。先来谈一下高手阿 Q 老太下分享一下礼拜参加的心得。好多动作啊，礼拜就做完的节目吼，有些的紧张，感谢大家，好。恭喜 Q 妹，要钱应该算赢的啦吼，唔好冇啦，阿 Q 妹当付出啦，因为妹要帮阿 Q 鼓励啊。哇，相敬如宾哦。对，平常都不卡动手下厨啊。同事都做好。哎，今天还做不得了，真的，两起两批嘛。对啊，对。今年吼，其实动难得啦吼，工商社吼，今年来参加比赛，咱做得得到1-1平手，今年动厉害，来参加的心得系嘛改？增加经验啦。哦。有很多信上啊，还有漂亮的主持人啊，俊男美女的，让他填出加2分。可以加。所以我今天是来参加这个一家之主，非常的高兴。好棒！还有啊，今天动欢喜哦，还有阿姑啦，系啊，搭前头的啦，搭前头啊，冇有讲啊，冇前头咪唔会平呢。有欢喜啦哈。好，非常欢喜。阿姑我咪蛮狼，咪蛮伤心，算我啦。好，正言同欢喜，因为大家都要到边看，有好多新的菜色，大家有两岁之间都互相交流，还有好多的师傅教的呀新的菜色，转去就做得激起大家做菜的那个兴趣，做得好啊！阿 Q 会常常下厨哦，哈，要叫做做下，阿姑姑你就烤脚就好哎，烤脚等食饭就好。对。哎呀，所以吼，假使你不好有嘛个创意哦，自己的小秘辛做到来展现本大家看。假使你真紧到你的兴趣，要想想看要不要转换职业跑道的，全走的来报名参加哦。冇唔错，依家之主呢就最欢喜看到从阿娘的方面，鼓手等你向下来挑战哦。依家之主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